㗎？Goodbye 啊 ，Goodbye， 就係時間啦，就係時間先好嗎？就係時間啦，係咪啊？就係時間。聽日樂樂就半歲啦，佢今日頭先突然之間識反一次身啦，我哋半個月就識反身啦，係咪啊？都係遲咗啲，不過好叻啦！你睇佢幾努力咁去嘗試。聽日2月18號我哋就滿6個月啦，努力！今日19度啊，所以呢着少啲衫，咁就唔使咁臃腫，樂樂就可以自由啲咁樣去反身啦。凍咗好多日啦，今日有19度，好暖啦。努力啊！努力啦 ！Good boy 啊 ！Good boy， 快啲再試下先，再試下啦，爭少少咋，爭少少就得噶啦，係咪啊？爭少少就得噶啦，努力不懈啊！